日期3月9號，天天讚美神，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：喺指望中要喜樂，喺患難中要忍耐，禱告要恆切。羅馬書12章12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上帝，我所盼望嘅主上帝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為我投靠你，你係我嘅主，我嘅好處唔喺你以外。你係我嘅救贖，你係我嘅產業，係我杯中嘅分，我所得嘅，你為我持守，用繩量俾我嘅地界坐落喺佳美之處，我嘅產業實在美好。你係教導我嘅，我必稱頌你，我嘅心腸亦都永遠仰望你。我將你常擺喺我面前，因你喺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。因此我嘅心歡喜，我嘅靈快樂，我嘅肉身亦都要安然居住，因為你必不將我嘅靈魂撇喺陰間，願你將生命嘅道路指示我。我嘅主啊，你嘅慈愛何其寶貴！投靠喺你翅膀嘅蔭下嘅呢個人便為有福，因為喺你嗰度有生命嘅源頭，喺你嘅光中我必得見光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們。